不要吃荤的啦，用替代品啦，不要用荤物、变形物。博士呢，吴明珠，中医师博士呢，那脸有点像孙翠凤，明花园的当家小生孙翠凤呢。肝啊，不是那个肝啊，肝不是肝，肝啊，不是那个肝。胃食道逆流，有的时候是吃那个发酵食品、面包、馒头太多了，少吃发酵食品了，比较不会胃食道逆流。吃米饭补中气耶，吃米饭加点盐巴，也吃得不够咸的，有时候也会容易有胃酸过多了，益生呢，胃食道逆流，不能吃太咸的，不能不够咸的。大家都知道这个鸡蛋哦，如果稍微这样扣一下。